标题甲阿嬷做伴，作者陈美雪，来源教育部电子报。阿嬷，你目睭刻刻，乖乖紧困哦。明仔载阿母要带咱去看花，较早困才有精神哦。你的肉珠仔已经换好势，你有感觉规身躯加打松无？来，倒好好势，毋通踢被才袂寒着。你紧困，毋免惊。阿孙呢伫边仔读册，甲你做伴。听阿爸阿母讲，你上疼我即个人10外年才阁生的慢仔孙，因为其他的内外孙拢大汉啊，无人要缀你。退休遮尔济冬，还阁有孙通抱，你笑甲喙仔利塞塞。甲我抱咧，四界去颠簸，就算甲朋友去游览，嘛一定会带我去。淡水、溪头、阿里山、关仔岭，真济风景区，拢有咱妈孙仔的形影。1放假，2放学，3分开，4小读。阿嬷，这是你教我的。逐摆看你甲珠仔等过来，等过去，念伊蒙片，念伊牛耳，我干那喙仔开开，甲你拍扑仔的分尔。这几年来，你一直咧退化，定定袂记得这，袂记得迄，同款的一件代志，你拢爱问几若摆。有时饭碗才放落，去一撮便所出来，看到桌顶还未收的饭菜，你就又搁问我要食饭啊！阿母，惊你退化伤紧，要真正佚佗物仔，叫我陪你耍。拄好我嘛是迄种，食互肥肥，脚互推推，无爱用头壳的囡仔。真正是1兼2顾。蒙拉兼洗裤，迄阵啊，咱妈孙仔有时行跳棋，有时耍牌仔，两个人嘛会因为想要赢对方，煞来去冤家。毋过，咱还是耍甲真欢喜。还毋过，我赢你的机会愈来愈济，害我煞毋知是要欢喜，也是爱烦恼。即阵啊，你骹手无力，行路行袂好势，出外就爱拄拐仔，也是坐轮椅。有时屎尿嘛无法度控制，只好包尿珠仔。遮个代志，拢互你真碍虐，甚至对家己失去信心，无安全感。意思若无人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就困袂去。阿嬷，你紧困，毋免惊，我会陪伫你的身躯边，就亲像细汉的时。你陪我困共款，即马我会送你去公园看花，
看云、看风景，就亲像较早你带我四界去佚佗共款。阿嬷，你紧困，毋免惊。阿孙个伫边仔，甲你做伴。作者：陈美雪。